路现在有在试办，它有很多那个左转道，所以我们都可以直接转过去。然后其实也就是跟汽车在那边排队而已。而且浮潜，我们感觉到最深的是那个浮潜路，因为它是2线道，所以它直接这样切过来就好，我们不需还要再跑去旁边，然后之后再带转。我非常喜欢这个政策。有的时候都会想弯就弯呐，现在它有不强制的话，它就会顺着这条路，到那个左转的地方嘛，它就会在那边带转，直接弯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比较安全的原因是，人迄当阵咧徛会惊向警察咧，是会伫遐注意看到有警察的，直接搞不过。现在它不强制的话，它就会很顺的这样弯过去。如果想带转，它还是会去带转。因为浮潜路的这个示范的成效良好哈，因为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事故的这个高增加的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永康还有其他各区市区的其他各区都特别挑了一个路段来做示范。那么目的是希望能够广泛的收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的这个政策实施之后，汽车跟机车用路人对于这个改变的这个行车行为跟行车管制的这一些适应的情形。那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观察，那后续陆续来针对还有管制的部分再来陆续的开放。台南市过去因为这个很多道路路幅比较狭小，所以很多单向只有2个车道的道路内侧都还有进行机车，那这个就表示机车只有外线的一个车道可以行驶。那当机车遇到路边停车或者是有公车停靠的时候，不然就要只能停下来，否则如果它要变换车道穿越，它就会变成就要骑进内侧的进行机车车道，导致它会违规，就会常常被取缔。在这个提供机车足够的行车空间的这个考量底下，我们陆续来盘点这个台南市原6区跟周边的永康这些区域单向2车道的道路内侧还有进行机车的这些路段。那我们也优先在去年的10月底优先以府前路来做示范。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也就是说，不强制2段式左转。我们先前在中正路和府前路这个示范的情形成果是相当好的唯一发生了2次机车左转这个事故，是因为轨切，就是说它到路口才要直接左转，那这个部分是错误的交通行为。那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实施的成效示范的成效还算不错，所以我们选择在永康区也是交通很繁忙的大湾路，来全长4公里，大湾路加上富强路1段来实施不强制2段式机车左转的一个示范。但是这个示范很重要，需要很多配套，包括标线这个标语的这个涂销，还有包括这个标志的路的这个改善，还有包括驾驶行为的改变。那特别强调这是不强制，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及早汇入左转的车道的话，或内侧车道的话，你是可以直接跟随汽车这样左转。如果你不能及早汇进去的话，你还是选择2段式左转，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不行。所以这是给我们机车用路人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大家好，我是柯万金，欢迎收看2月16號禮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今日是國中小學開學的日子，台南市教育局上午前往檢視各校迎接學生，也關心學校的防疫措施。同時，第1禮拜是友善校風週，也甲警察局合作，佇德光中學宣導預防詐騙。新的學期開始，台南市秘書長彭進庭、康教局長陳新輝一透早特別徛佇鹽水國小門口迎接學生來上課，同時向家長以及沿路人宣導交通安全觀念。登革熱防疫還要注意什麼？因為開學是佇年假了後，所以嘛特別加強各項防疫措施的宣導。除了要注意自身健康以外，更要防治天高熱，落實巡道清刷，
确保环境安全。除了宣导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所以也要提醒所有的学生呢，一定要做好个人的卫生防这个自主管理的一个工作。我想今年我们要提早部署啦，先要大家一起努力把这个登革热不要在台南再发生。今年提早启动防疫相关工作，就是要打造健康校园。另外，这礼拜是友善校园周，教育甲警察局合作，前往地公中学宣导防诈骗，将常常会看到的诈骗类型变成网架，培养学生的防诈骗观念。不管是交友被骗的，不管是投资被骗的，或是购物被骗的，都非常的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在开学日的时候，要跟各位同学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除了防诈骗，嘛结合反导、网络暴力、校园霸凌等议题，借由规划多元活泼的宣导方案，持续甲亲师生合作，营造友善和谐的校园气氛。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四群星龙山市清水组书转运金博杯决赛，25号暗时精彩登场。因为有侪位的参赛者伫决赛时，拢博出同款的上杯数量，未好决定又要来 PK。最后由来自高雄的张勇士得到30万的转运金。四群星龙山市清水组书转运金博杯比赛，为大年初一到初六，总共吸引到6000多名胜将参与。经过竞争，最后有700多人进入决赛。初六暗时7点，伫庙前展开最后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又刺激。加油！决赛为7点开始，一直进行到9点，也未结果。因为第1名、第2名、第3名、第4名、第5名到第7名，拢是博出相同的倍数。庙方决定加码 PK 赛，最后由来自高雄弥道的张勇士胜出，幸运摕到30万转运金。第1名到第2名拢是10杯，那么第3到第4的做伙拢是8杯，换 PK， 所以讲因有分5万。3万，咱就是以30万、10万、5万、3万、2万，顺利来产生，就咱这5个嘛爱恭喜恭喜咱这帅哥爱来头一遍咱办这活动，会当来摕到咱的做事工的转运金，会当互伊一年当，拢会当平平安安。阮迄个这阮后生，阮也博第3名有那这时拢。托咱的做事工的福啦用到来敢保庇。从哪里来？高雄弥陀。对。知道这次活动特别感人。对，第一次。那打算怎么运用这个？就是先存起来。感想其实有进决赛已经算是很幸运。对啊，就是有清水主事保佑。对，就是这笔基金可能也是一样先存起来。主委吴志祥讲，看到清水组书转运金博杯比赛有遐尔侪人热情参与，心中是满满的欢喜甲感恩。伊也表示，未来这个活动也将会持续办理落去。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市府交通局立体3用地兴建地下停车场，同时规划特色公园。虽然停车场未富丽，定会进行完工，不过公园已经合作正生公园。要纪念台南出生的棒球国宝苏振生。位于中西区体3地下停车场，原本预定去年第1季完工，历经台湾电话安平电区开幕来疏解车流量。不过因为欠工人力调度问题，地下停车场虽然已经报完工，不过爱等使用执照，预计2月底先开放。至地面上的特色游戏公园，目前嘛积极赶工。交通局表示，目标3月底才完工。
过去几年是因为营建物价大涨的情况，所以厂商的出工不是太顺利啦，所以大概导致工程有一些延误。那大致上目前整体的地下停车场的部分都已经全数完成哦，那是在最后的一个始造清理的部分。那我们大概是预计2月底能够先行开放地下停车场来供民众做使用。那地面层的一个景观的部分是预计在3月底能够完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完成验收，然后开放给民众来做一个停车跟休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该停车甲公园的基地靠近市府甲议会或者正仙公园嘛，特别引人注目。其实就是为了纪念甲子园第一代棒球员苏正生，而且号名进前，高雄局也专程拜会家属。它的地目它是属于体育用地啦。那当时我们在地面层公园的设计的部分那市府就是希望能够来表彰那对台南市有贡献的一个体育界的名人那所以这边府城就决议那我们是来采用正生公园就是来纪念我们第一位击出这个球那打到全垒打墙的一个台湾选手我们来表彰这样子的一个的象征性的意义那因为苏正生先生本身是我们台南市的东山区人那所以我们就决议来采用以正生公园来做命名。因为地上公园甲地下停车场拢是由高雄局承租，后续管理维护嘛是高雄局做伙委外，甲过去有较无同，毛民众相当期待这座新的停车甲休闲环境。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原本还是电影戏剧的负责期，因为看好太阳光电产业，所以决心参加政府职业训练课程。经过半冬，除了考到3张证照。嘛顺利到太阳能公司上班，伊嘛鼓励想要活工课女性朋友，要勇敢跨出第一步。在大学学电影戏剧毕业以后，伫大陆工作的胡家琪，因为看好太阳能产业，虽然连配线都拢看无，不过回国以后参加分家男分署的职业训练，对零开始经过6个月训练，已经摕下太阳光电、室内配线甲工业配线等3张证照，嘛顺利就业，成功转换跑道。虽然一开始很辛苦，但老师的循序渐进的教导，让我从1张白纸拿到3张证照，甚至结训前就找到工作，让我很开心。相信只要有心，努力学就没有不能的事。我们因应政府推动绿能政策，太阳能产业现在前景看好，业界目前人力需求大。我们的学员在训练之后，可以从事太阳能系统的规划、监工、保养以及维护等等的工作。那新人起薪有落在3万5到3万8，如果有经验，薪水我们在业界都有5万，不是问题。分家人分署新的一档持续开办职业训练课程，除了符合市场的技术需求，学员伫结婚以后就业率嘛拢有8成以上。欢迎等待就业民众来学专长，不只免训练费，符合资格对象也可以当申请生活津贴。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2024台湾灯会伫台南，由安平的艺术灯区率先开展，其中台南400灯区邀请到17档前参加台湾灯会艺术家林宏文来规划。利用林木娘公园的自然环境配合作品，展现在地文化历史。来到安平的林美牛公园，这是台湾灯会的台南400灯区，邀请到日本、荷兰原住民、新住民以及客家等无同族群的20位艺术家，展出共同创作的18件作品。这个公园幅员蛮大的然后我希望民众来看艺术品的时候，是用一个在公园里面散步的闲散的一种态度来欣赏作品。池塘里面里面没有水它专门利用食材就是池塘里面既有的食材去做创作，那是撒布的作品。然后有在苦楝树林里面还有那个橡木树林里面都有非常精湛的作品。当然，林默娘本身的石雕前面也有一件很恢宏的作品。伫海陆交汇安平，各族群伫遮融合，丰富台南的文化面貌。
册展团队以750公尺的特别浓度，将规场的作品串联起来，向观者讲台南400的故事。安平灯区这边，他在回应这个安平是一个，就是一个历史场域嘛。我们这边要说一个历史故事啦。一起开戏是一个船的意象，刘章老师跟李文勇老师的那个就是帆跟船嘛，其实就是说明安平这个场域怎么跟世界产生关系，一五一十的有一个铺陈嘛，所以每一件的作品其实它都是在这个铺陈当中扮演一个位置或角色。这次相隔17天，台湾灯会艺术展区因为台南400再次回来到人民流公园，甲以往无同，艺术家拢是以当代技术出发，结合 AI 科技以及互动装置，重新诠释灯会。台南市描述馆采访报道。真侪庙宇会伫过年期间办理灯会。香蕉镇港海岸宫首次推出海岸灯会，特别甲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结合实践国小属性的花灯作品，吸引真侪游客到场欣赏。幕后普济灯会转美怡情，三角镇港海岸宫伫今年首次办理2024甲新年海岸灯会，活动特别甲南台科大文化底蕴在地创新甲团部计划合作，并结合附近社镇国小师生以及喜球国小60版花灯创作，伫庙前展示。真侪参与创作小朋友也拢来到现场，欢喜向大家介绍因的作品。我的作品是一只龙，一只龙哦。粉红色的，有蝴蝶结的。哦，是粉红色的龙哎。哇，你为什么会把龙弄成粉红色？都是我自己涂身体，妈妈涂别的，我有涂蝴蝶结。妹妹作品可以就让他们有一个就是感觉灯会的气氛这样子，然后因为幼稚园小朋友平常不太会接触这个，所以对，就是让他们感觉一下过年吗？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灯会，那我们为了跟普济灯会他们已经很有名，然后我们要做个区隔，同时也结合社区的一个创作文化，所以这一次特别我们邀请南台科大的团队，然后帮我们设计，然后再跟协进国小的国小部跟幼儿部的小朋友，然后邀请他们一起彩绘灯笼。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南台科大，还有喜树的乐龄班的这些老人家老前辈他们，然后来彩绘一些灯笼，然后我们把它装点起来。一来有一个过年的气氛，二来我们也想让大家能够多认识一下海岸宫。虽然这是海岸宫首次办理灯会，但现场小巧温馨布置，加上庙方人员清楚介绍，吸引真侪外国游客以及过路民众关注。海岸灯会首次开办成果，会当讲是相当的成功。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彰化市嘉禾北帮定定看到的白景，边境3位特有1位会发生。若是使用呼吸器的白人，发生的机会会有60%到87%。基比病院特别执行彰化组合式照护策略，减少发生的机会。基比病院嘉禾病房的主治医师陈志金表示，嘉禾病房的病人因为疾病严重性较悬，加上突发的急性病灶作为诱发的因子，容易诱发谵妄的症状，所以进前不时听到患者甚至有名车大院向着家属来反映，去互虐待或者是困迫。其实这拢是谵妄的一种。让更多的民众了解谵妄是怎么回事，然后是一个整个助教病房里面很常会发生。那可能就是可以透过团队的这个合作，很多的方式这个 more A to F 然后能够度过这段时间，然后把病人好好的再还给家属那这个不只是会造成这个病人本身感受到害怕，而且会很容易引起误会，然后甚至产生新闻事件。所以过去可能都有听闻过某艺人，然后住加护病房里面投诉说被护理人员欺负啦、打啦、捏了淤青啦，然后不给他吃等等。那如果大家知道谵妄的话，它就是它发生的谵妄所产生的幻觉。为了早期发现、早期介护谵妄的症状，基比病院嘉禾病房的团队
伫个2当前成立展望小组，并且伫个最近倒立展望组合式的照护，发展出 MORE A2F 的策略，也就是透过音乐、困眠、感官的支持、复健、加家属的参与等，借由评估患者是高活动度或者是低活动度的展望。谵妄常见的因素呢，主要就是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又或者是手术后有面临一些重大的一些创伤的病人，又或者是刚住到我们加护病房，它会有一些环境的影响，例如灯光啊、仪器，这些都是造成我们诱发谵妄的因子。我们目前都有使用一个评估谵妄的工具，那每班的护理师呢都会在照护病人的过程当中使用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我们的系统它就会自动判断这个病人有没有高活动度或者是低活动度的一个谵妄。现场一名77岁余先生，因为肿瘤手术带入去加护病房，伫个手术过后，竟然出现蚂蚁大军的攻击。后来透过谵妄组合式的照护，才互伊的大脑重新来开机。不过回想起来，还是心惊惊。伊表示，有了这套的评估甲照护，应该要事先互患者甲家属来了解。真正需要是还没有进来加护病房、还没有做手术的人，他的家属要事先知道会有这些症状。那这些症状正不正常呢？因为我不是医疗人员，我不知道。那有些是跟着出院以后带回家去了，会有一些怪现象发生。那我还好，我在医院会有这些现象发生，我出院以后我就没有了。那我刚刚讲，我现在记忆犹新，想起来我就会怕，我会怕，这个怕让我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在。基美病院谵妄照护借由跨团队的合作，结合医师、护理师、呼吸治疗师、甲物理治疗师、社工等，提供整合跨领域的共同照护。不但会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甲治疗，互谵妄的照护更加完善，减少病人甲家属的心理不安。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一名44岁的女性，因为10多年来拢有腹肚胀胀、拍下甲血小性的问题，长期看医生拢无效，后来到安南病院做检查，安排内视镜抗酸逆流手术，才解决血小性的症头。台南市立安南病院消化内科的主任蔡坤峰表示，反复性的胃食道逆流盛行率，依照诊断的条件无同，小可有差异。初估南部大约有3成的患者，虽然标准的治疗会用透过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症状，但如果药物治疗效果有限，针对胃食道逆流的检查，现在嘛发展出食道动力学加胃酸检测等工具。如果是喷门松弛、胃食道逆流，还佫会用透过内视镜的抗酸逆流的手术来改善。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南部地区盛行率很高了，那有一部分的病人，他再怎么吃抑制胃酸的药都没有办法把症状做有效的控制。那透过胃镜的检查，或是一些高阶的食道蠕动检查跟胃酸的检测，我们可以发现病人有很厉害的胃食道逆流，加上这种喷门口松弛。那这一个类型的病人，其实我们现在内视镜技术的进展，可以透过胃镜。跟我们一般做胃镜的方式一样，那透过一些手术的刀具跟器械，可以在喷门口的黏膜做一些切开、缝合、修补。那利用这个切开、缝合的一个角度，还有就是切开的位置跟范围，我们可以让后续正常的组织跟黏膜再生。那再生之后，这些组织跟黏膜会有一个内聚往内缩的一个拉力，可以把我们松弛的喷门口把它拉紧，以这样的方式达到我们紧缩喷门口的作用。医师表示，内视镜抗酸逆流的手术，因为安全性高，而且恢复嘛紧，但手术进前还是要经过完整的胃酸逆流检测。甲高解析度食道蠕动的检查等详细评估，才会用精准诊断，并且找出适合手术的患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16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曼晶，咱再会。